是这样子的，我要把这些固定在这边，因为这些最重要的是用，你不要让那个钱币动。对，然后可是另外一个功用是，这些没有画 ，OK 什么没有画？这些答案要画上去的，所以每年一张的时候还是要画，就对应这个是，像这个是金牛肚的，然后就要画这一个水滴，然后可是另外一个功用是，所以水滴上画在这上面。对，顺便把 OK 什么没有画？这些答案。所以按你解的那个东西。这边还有这些画水滴。对，然后现在我要画。你来画水滴好，你来画我来听好。对。用什么画？签字笔。签字笔。然后就画这些，看肚子上的，这个我要补一下，因为上面肚子。有要按照顺序贴吗？什么样的水滴？贴要按这些什么样的水滴？有没有图片？就是它这边。好。你说这个，可是你这个顺序是什么？那我这样写在这边。可以在里面拿另外一支。那你用刀片可以吗？用剪刀可以吗？这个可以。但是你有更多的费用。费用有按照顺序贴吗？这边我去楼上。全部都放水滴吗？不是，就是金牛，所以你那个画水滴跟。那这个是那个吗？是用什么颜色？黑色吗？黑色就可以。那你的那个在哪？你刚刚不是拿了？这个。可是没有黑色哎。没关系，黑色不一定要黑色吧？还是你要用这个？用那个可以。这间等下是会锁起来的吗？这没水了吧？断水了。那是没水了。应该不一定要黑色啦，不然你那个蓝色给他。可是我用咖啡色。咖啡色很好，咖啡色锁起来吗？那个不会进去的。不会进去，所以我不用收这些。对，不用。轩参加别的婚礼，阿怡安是去参加了家人上。难怪轩家送比较低。所以他一直说他之前都穿的不太来衣，对不对？我比较没有那么疯哦，好不好？轩你他的穿着吧，就是比较属于大自然系列，是他的 style，Fendi style。就是剪这些够吗？这边其实有然后其中一个是5的数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有钱。画水滴，给你饭饭的。画不过去。那个要用那个双眼画，因为你画个大概就好了。你干嘛画那么漂亮？你那个那只牛是，我看不到，是什么？对，你画不漂亮干嘛？画的大概就好了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还有呢，这边都要。对，全部是。这边是好的，你画的是我找实验的，哪一种？然后我刚才讲什么？那只不是实验，那只是水果的。对啊，所以这边是三角，这水平是。等下这个钱币的顺序就是这样2个。对，跟着这些。然后这个是左上角、右下角，然后那地址。我那天有几个人啊？4个。对方的你也是4个。现在有多那个新颖、政委跟纪
这个周应该也要收吧？还有啊，已经有分发的出来。那只牛是什么？三角形。名单没有啊？名单没有的是名牌啊？什么？这个书包谁？我的吧，阿弟的。我把它藏在浴室里面这边。好，这只画。还没有。月亮。啊，等一下我们在此。你最近还是工作量对啊。被指派，对。所以你会觉得很不开心。对啊，啊，我要去楼下。情绪自己要管理。所以你在工作的是哪嗯，对啊，可以这样。有时候，不是说每天啊，但是有时候。所以你的书你要看我有在楼下，这个口罩我有戴。祷告，没有这么的事，抱怨。我是一定会抱怨。这桌子应该也是要把它收干净。对，这样子。哎，月，你画西trang了吗？还有一个是。那我都有画到了，这边我都画了。你有画到这个吗？哎，那上面这张是什么？还有这个道理。只能放这个戒指哦，那个锁还要更多的。有吗？我不知道是哪一间的。老公是哪一间？对。要多少？或者那一天有。还有什么？应该有。你们今天晚上在？哦，有啊。2礼拜一次。我们家我们有2家，一个是可是你说，所以你们今天基本上都还怎样？慢慢慢。这里吗？红色的，棕红色的，不是那个。你的眼睛。这个是6角。有啊，我画完了。然后。然后要干嘛？画完了。为什么没画？然后给这两张。他粘了。太阳你也画了，好难画那个。也没有很难画，反正画个大概看着就好了。弟，你的书包我帮你藏在厕所门口好不好？哦，好。水壶也是你的吗？对。那你习惯放哪边？因为反正等到我放那个。可以，你自己藏。我放厨房好了。好。因为等到都不能用。哎，你的包包可以放这边。对，因为包包都是放。那这几个正方形都是要藏在你旁边的，是不是？啊？哦，快1点半了。对呀，这些正方形要藏哪边的？我分一下。为什么这里这么多电池？对，没关系，那边不会碰，不会过去。我就会看到。妈妈不用拿出来，我拿进来。对。好。人家做。手这边要藏住，把它藏起来。太近。啊？怎么了？应该在门口。藏起来。把这个连起来。怎么了？那你看这里可以。好奇。你怎么欲言又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当时好奇。那我这里还需要一下。这东西，全部。这边其实还蛮
都有想法，他就说，因为我跟他说我可能会离开一阵子，他就。对啊，是我打的没有，我是你那时候没旁边，我就没过奖。他们不是在玩？我知道，这个是我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他们玩桌游超难的。是你吧？所以一方你有玩吗？全力游戏。玩啊，考吧考。所以最后谁赢？我就觉得你的房间是需要那个小椅子的，还是不用的？要。要。嗯。哎，现在这密码我不知道，打不开。怎么办？啊？这个打不开。那就要试一问次。不知道是谁的手，很难。主人的吧？对，他们不是，他是密码对的。来，干。你的这个可以了哈。还有东西要做吗？拼图藏哪里？先回答。拼图我打算把它们放在一堆就很明显的地方，因为这个房间没有人，这就给他们一堆就很明显的，很快就可以解出来。林老师这样对说吗？有。你好像不喜欢对说的。基本上临时写，我还蛮喜欢写。是蛮便宜的，一包好像才60块。这里还有把钥匙来。应该是我的了。我们讲的那一天各吃了一碗阿肥，然后一碗是2个人喝一碗鱼丸汤，然后2个人在一起吃了一个鸟蛋。然后那我再问一个东西，那7条盘要丢哪边？还有吃甜点。都是随便丢。没有，这一个地方都是集中在一起，看他们不用吧。这个你房间。OK。主力房间呢？你没有主力房间，你给我来了。你有3个。没有欧妈刚刚已经查，这些在这个房间可以查啊。还有这些。我查应该不太适合吧？记忆你要玩吗？他也要对哦。那你把这3个交给玉芳，这4个交给主力。主力我去查好了。来，你查。任君的已经找到了，他的说的。不用，你问Sky这张要放哪边？Sky这放哪边？可以。对，欧妈，这些全部集中啊，拼图全部集中在一起。我不知道。就放桌子上。桌子上。要藏在桌子下。桌子上不用了，因为他们会弄破。欧妈，那些拼图在哪里？我是说，我想要把它们集中在一起，让他们就不用找。3个地方。OK，好，那蛮明显的啊，那就让他们找吧，谢谢。然后那个不是7条，那个主字的主数字的那个拼图。主数字就在那边。OK， 全部的。一堆，你刚刚说一堆。对，谢谢。好。然后你让现在你要下去当那个玩家。我们要下去哦。下去当玩家才不会觉得空虚。当 player。对，那这个房间是关起来就不会让他进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是来手机啊。不是。干，好，电脑借我一下。OK。那小是有在楼下。对。如果我来不及下去，就请正常说先开，因为我要弄拼音乐。好，我跟他讲好了。我如果来得及，我就赶快下去，因为我在教一下。你要走了吗？那个蛋糕拿下去。是转这边然后压吗？对。蛋糕包我下去给他们吃哦。现在是对的。说这个是这个撩起来。对，这是招待。阿木。大家暴力一点。哪一个？好吧。不用了，纯粹让他们找就好了。有吗？那就是一定没有玩。
啊？这里面没有放东西。等一下我把你可以随便把一只牛放进去吗？好，牛，随便一只啊。对，随便一只。那我再拿一个。好，拿住。忘记密码了，密码是。那个今天前1个小时半，就算他们没有解开，也要让他们。OK 好。是吗？好像是。1个半吗1个半哦。 ？OK 好。那每一间是多少？每一间是1个小时。每间是55还是多少？55到55到好像是有1个小时的，差不多10分钟的。50到55到51啊，是1个小时到1个小时10分钟。我记得上次是这样。好像是。妈妈，你知道有另外一个我昨天拿去你家装红色的那个纸袋吗？正看看你张是最大。今天出来有带出来吗？有什么东西？有个砖红色的纸袋。那里面那些钥匙都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上面有看到。有，我拿上来了，这应该是放在客厅的。如果就没有钥匙就不锁啊，不锁，对，没关系。我们锁脚的方式要一样吗？还是？锁脚的方式。你吗？有要换吗？没差。那我们需要让他们知道时间吗？要让他们看时间。你们可不可以装一个 app 是可以倒数计时的？用手机。手机啊。但是我手机要放歌。放歌也可以计时，不行吗？要比我收起来喽。好，可以，谢谢。就你试试看倒数，主要是要让他们可以看到时间，如果这样就没有。要让他们看到时间。我想，因为不然我也完全没有概念，就会拖。等他们变成12。大关卡那个东西好。但是有办法资源多的手机，那个好，一个倒数的状况可以看。没有，不是个人，跟主个人。我先去楼下，然后等如果差不多，我就 call 你们了哈。好的。因为我听的都是用口。哎呀，太紧张了。
我用我电脑放吗？音乐？可以啊，一样的地方。现在可以直接连线。连开。这个粘上去。都是让你贴的。现在那个贴一下。不是刚刚好在线上面。啊。对，因为这边是没有很多地方。疗愈。有没有铅笔？铅笔有。应该在厨房吧。那个篮子里是不是还有一支？对，玩家有这样。有吗？所以就我们3间嘛。
对，浴缸那间也怪怪的。对，然后这边会关冷吗？啊，外面这边会关冷吗？啊，不会关冷，这边就变成只有单房了。对。刚刚那张表的，我给郑伟看的那张表，没有。刚刚你们画这个的时候，那张不是那张哦，你那手不知道。我刚刚把这个举起来，然后进去就掉下来，那就是这样子放。对。说这个图片，他没有带下去哦。那没有带下去。对对，他刚刚跟我说是这种男友带不到，没有带下去。那我找找看。那也太蠢了。那张有画线。对。随便，可以啊，随便的。一张很重要的答案是，哎呀，干嘛？932。啊，太好了！你可以帮我把那些硬币排起来吗？啊？你的纸是放在哪里？收起来的，收在地方。要粘吗？他说要拿走。不用粘，直接塞进去。这样它容易掉啊？有没有多的钥匙锁？我找不到我的啊。哦，你的钥匙不见了。对。这里有一个，刚刚我在外面找。应该不是这个吧？好，不用了，可以，先借证据。那这几点很像。两个。就是照这个上面的。啊，照这个上面。对。
对。对方可以帮我把这些藏起来。还要用这个？没有，这些不用。对，因为放在那个柜子，而且还有你左手边的，是这些啤酒，真的是藏在这里。这边我们不用那么急啊，对，因为有人看到我的手机吗？是那个吗？上哪？因为等一下玩家都会在你们的房间，我还有很多时间。啊，在这边啦，我看到，应该在这边。对，不会。我找到了，原来你们。Yes。哇。结束。这个月好可怕哦。你等一下会在我房间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月好可怕。那你借我，你待会借我一下你手机哦，就是计时给大家看。哦，好啊，你说开始的时候就计时。那季颖还在你的房间，你不是玩过了吗？我刚刚那上次那装不会玩很难的，很难，你要你就能帮就帮了，因为我记得帮太好听了。不能帮就不要帮。对，你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如果大家这个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说，我想到了。这个会不会大方密码是？现在也太厉害了。你看你看到。OK。谢。
多少人？5人。5个，确定吗？对。现在就变成没有重量了。很轻。铜板是要让它没办法。没有，铜板是撑高一点，因为之前的接触点太小，所以阻力好大，太大。就让它比较平均接触，然后整个面都接触到，电流比较容易导，电流会变大。放下。错，放下。再割大一点点。这个。这2个可以帮我分散一下。分散。对，然后是一个在那边，所以这个放弃。还有剪刀吗？没有声音了。可以连刚刚我有一双喇叭在这里，白色的吗？黑色的。喂，玉芳，
刚刚我有一双喇叭放在那边。他是刚刚放一放自己停掉。啊？他自己停掉了。我不知道。因为上个礼拜它停掉，因为没有电。好，从这里。刚刚我们发出去，准备下来喽。我拿下去。看一下我们准备下。要吧？放心。Yes。Yes。你再排再对一次，你要排。啊？我刚刚不知道，还是放在这边。放在后面。所以也不确定如果是两个。应该会的。记不在。感觉就是比较重的。啊？这个。有吗？觉得这个音乐好像。
备用数。
这些放上去，这是钥匙，哎不行，我没有，这是钥匙在这里，那我先D 在哪里？新的当地，应该有。是要先把它们每个都对起来。A 有了，这个我要对起来。但是这是你的吧？这个可以的。还是这个是我钥匙可以开始的？好像没有。上次有吧？没事拜拜，现在在赶东西吧。这样子。这个是 A， 没有，这个是 F， 这个找到了，这是 G。所以这个要放哪？可以了 ，OK。在牛上是先开始吗？那玉芳，你可以帮我把那个拿回来。对，这只没有锁，谢谢。啊？这个没有钥匙，没有钥匙，那我藏起来。我知道在哪里。是我装的那个。那这个就丢这边。放哪？藏在四周。还有什么要藏的？牛。每一只里面的柜子那只可以换这一只吗？哪一只？里面那个，然后上这个锁。里面这个要有一个锁吗？对，这个 F， 可以解。然后这些牛，你的要早一点。这个上钥匙手上机，这个放这个先不用锁起来，你锁，没关系，先开。那个 A B C D E 的，先放在这些。它的钥匙 G 的钥匙，这个锁的钥匙吗？对。OK， 藏在这是看牛。对那直接锁。看牛。那个小盒子的，那个你找一下藏起来。那个小盒子在哪里？你藏在里面的那个。然后有另外一个。把锁上吗？对，这些，这个是锁那个密码锁，然后哪个？这个密码锁？对，然后里面，对，里面就有一个小的地方，你可以找刚刚你藏起来的有其中一块是小块的，是五边形的。你知道拼图吗？对，最少的那一块。可以放进去啊。刚刚藏了哪些密码？这个是手然后那这个就不用，那是这个这个就不用。藏在桌子后面。
去加长这边。那里到电信耶。这些还要用，还要用。现在玩家的锁有多少？这边没有人敢进来吧？对啊，对啊，放椅子桌子下。都是下来长门。应该他不敢翻开，然后我会翻开呀。有一点点这样露出。没有，这个是没有，这个是没有要用的。藏这里。这个应该是没有要用的吧 ？Sky 有一个小木盒。哦，这个没有。对，没有用。空的就可以丢后面，但是收起来。然后这个就随便藏了。藏在放在那个树根上。要锁吗？玩家的。任君，你可以帮我把这一条粘在上面吗？粘在这里。这个不需要对。这边东西它都不用弄到。对，不用，可以放厕所门口。然后。这是392那可以先放你们的房间。哎，先进里面请，等一下，你们还是要当关注。这个没有关系。哇，这个在上面。等他们都进来了就可以是一个。
在站着，身体正好，这样子，先来。没有，其他3个人，有4个，好，来站这一边。2只手。哇，可以。没关系。好，看你哦。然后可以放便坐在地板上。小就小。至少看得到，至少看得到。可以了。那几个开始？好，玩家们可以脱眼罩开始咯。我不要。你已经脱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开始了。开始。对，然后找你们这边看到的任何提示，可以收集的东西啊之类的都可以。可以排在一起吗？是不是上次他剪的那个？看到什么都可以拿，什么位置都可以拿。都有可能哦。
然后我们排看。哦，是不是几个盒子，然后我们拿到自己要的答案就好。它是3个数字的密码。你也在考试了吗？干嘛吗？它密码没有要3个数字。哦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有几个颜色，好像应该没有特别的东西。我觉得没有别的东西。那个是不是没有要说？它那边有地板上有那个。哦，但是我们在吃完了吗？但是我们在吃完的拼图啦。哦，拼图吗？在吃完。那边有一个那个类似3一。对，不是。在任何的集市，你们都可以去用。拿过来玩。也可以拿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们什么东西除非有这个标志，其他的都可以乱碰。这边有一个